我甚至他们说，大概台湾这都一个人噻，就开始你们上当的，那些改啥的可能没多啊，所以上路老讲用的，甚至他们说年都带，甚至他们说大概台湾这都年用的，哎呢，当然找到那边改啥些。但老拍拍我都成了要的，我都真这个钱就是上不当眼睛了，大家知道那边给小团拍考啥人噻，这个担保了当，这个深圳那边的要的，第一点差不多要这位有的，人这位有的，人嘛都带了现场去的，就怕他人过了这样说的，早年那么多啊，当呢，是不是个深圳同学，台湾真的年轻。但是上当用的，个手里边、手里边精准我都能懂啊。先不是在炸药的，就是在断药的、改药的，都现场去的。我们台上有的群主讲了的，群主讲了呀，这不让个学的吧，农务的这，啷个就是农务的文啥药的，你看下来呀，对吧？第药的是，真正的药的是现药。哎，我农务上就是呢，德工操我了去，个那么多钱，看见没得吧？但是不是他们说人的年呢？台湾人的年有是路上呢，什么被京都当上了些，小这个的判断要的。